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死人搁活的问题。路加福音第20章27节到44节。路加福音20章27节，有一寡主张无搁活的撒都该派的人来耶稣遐，问伊讲：老师，摩西所写的律法甲阮讲，若有人伊的兄死去，某还活着，毋久无囝，伊做小弟的，就带兄嫂替兄传宗接代。以前捌有7个兄弟，上大的带某，无囝就死去；第2个、第3个嘛带因兄嫂，7个拢安尼，无囝就死去。后来迄个妇人人嘛死去，安尼搁活的时，这个妇人人是倒一个人的某？因为这7个拢捌带伊做某。耶稣甲因讲：今世的人有嫁有娶，不过为堪得对死人中搁活，搁进入来世的人，就无嫁无娶，因为因是搁活的人，未搁死，甲天使相款，是上帝的囝儿。关系死人搁活的事，摩西已经伫得到的赐配迄段经节有指明，嘛称呼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因为对上帝来看，因拢得活。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对耶稣讲：老师，你讲了真好。因就毋敢搁甲伊问什么。耶稣对因讲：人哪会讲基督是大卫的后代？大卫本身伫诗篇讲：主甲我的主讲，你坐我的正边，听候我，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骹下。大卫就称呼基督做主，基督哪会是大卫的后代？默想，撒都该人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支派，成员大多数是真好业的祭司，是相信摩西五经为主，无接受口头的传统，无信天使、鬼魂甲搁活这的代志。佮因认为人死就死去啊，无对死搁活的主要理由，就是无法度对摩西五经中找到任何搁活的证据。也甲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等等团体，早就有真侪大大细细的冲突。这时，撒都该人用一个无影的情景来证明因有理。这条明显是毋捌有人去甲碰，直甲摕来质问耶稣。耶稣首先是先讲今世甲搁活了后的生活、人际关系、生理状态并无相像。续接特别引用撒都该人相信的摩西五经中的赐配，来肯定死人搁活的代志。上帝袂用已经无存在的人的神来介绍家己，而且若是契约其中一边消失，这就自动无效去。祭司这个制度发源是对西奈山的约来的，犹原是有效，表示两边都要搁存在。除非这个祭司若好胆来甲摩西五经废掉，家己放弃，连耶稣的对敌经学教师嘛来甲耶稣赞声。对安尼，因无搁再甲耶稣挑战教义的问题。
伫圣殿已经掌握话语主动权的耶稣，就开始用题目诗篇恶解经文的方式，为世人将来认捌伊的真实身份来留一个线索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捌对四个话，也伫山顶甲摩西、以利亚讲话，而落你才有特别的资格肯定国话的真实，互阮这个目前受限制伫今世肉身的人带来未来的愿望。求真理的圣神，互信仰的探讨，成做阮生命改变的起点，保守阮无成做喙福心无福的杀戮家人，以及敢若要以神学辩论输赢的经学教师，煞联手甲你送上十架。因的行动证明，因两边拢无相信你的国话。也恳求主帮助阮用永活搁开阔的眼光来认捌你，了解你对婚姻制度的心意，以及欣赏你所赏赐的配偶，阮的囝儿女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